各位早晨，又係講世界盃嘅時間啦。咁我繼續着住呢件呢，威爾斯國家足球隊嘅波衫咧一件 track top 咧去講波啊。咁最新嘅新聞咧就係話咧美國咧將會聯同牙買加啦、墨西哥同埋哥斯達黎加即係 Costa Rica 咧去爭取咧2031年嘅女子世界盃嘅主辦權嘅。咁如果係咁呢，未來嗰幾年嘅大型賽事呢，都係同美國有關喎。譬如出年嘅男子世界盃啦咁跟住就有2028年嘅奧運會啦咁跟住有可能呢2030年嘅同運會啦。咁如果2031年佢哋都爭取成功，咁連續4個大型運動會咧都有美國份，關美國事。咁呢種咧都可以話咧係一種將美國文化宣揚嘅方式嚟嘅，可能比較溫和啲去宣揚美國文化同埋我想講一講嘅就係香港女仔聽講話咧就而家好中意咧足球，好中意踢波。咁佢哋有可能咧中意睇女子世界盃咧，仲多過睇男子世界盃。咁係咯，報導少少呢個咁嘅消息啦。